欢迎收看《后山泰山公》，有花太阳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土司中中國強化嚟啦，後山人大在鼓咯。大家就對人有意識以來，嚇兩個夢就本人尊重係一種投出一種意識。有人講咧，夢其實係一種幻想。對1899年弗洛伊德嘅夢嘅解釋呢本書一出版過後佢認為夢其實係一種滿足欲望嘅形式，做得去理解你嘅想意識都該嘅想乜嘅。不過夢做乜嘅會產生係因為人衰退加下，太腦很多處理人嘅自信，兩個世界就會產生夢。不過人咁樣認為人嘅夢真正有代表乜嘅夢今日邀請6個後生人，然後大家共下來分享，記得報嚟乜嘅大夢總上分享。首先來分享到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東南水路高嘅阿子怡。第二首老少嘅就係李家。大家好，我係當年水東好水到東江嘅李家。睡美人啦。水痛都沒唔好啦，水下睡掉啊，冇啦，都等好。沒關係，反正他的人生就這樣睡掉。第三老少嘅就係印子。大家好，我係水木未地嘅乾皮嘅印子。第四老少嘅就係白鉗。大家好，我係鍾白鉗。我有一個超能力，就是做啲咯錯暗部嘅夢，咯根本暗部嘅夢，做啲兩強下變做連小劇嘅鍾白鉗。第五老少嘅就係阿美倫。大家好，我係接上夢到自家從高嘅地方跌下來，接上從夢中學上嘅美倫。第六老少嘅就係浩星。大家好，我係夢到自家係愛麗絲嘅浩星。愛麗絲係師姐師嘅。喂，唔係啊，因為咁個朝鮮節開始，先來看一下老夢有關係嘅客家師傅有動作。第一個你嘅做夢客家叫做撥夢。佢要講埋來日嚟撥夢，聽感覺，你講說會說夢話，就是會做一些動作，甚至有可能最誇張會夢遊的，木水空，西人講到木水空，睡眠有人會有暗陽型嘅體質，會卡走體嘅情形，會轉來讓你託夢。係佢哋講到託夢。咁嗰時來門口一開始講到夢嘛，就一個有人係睡眠，有人講係睡眠品質好加下，就可能嚇少夢；睡眠品質嚇唔好人，可能就會嚇大夢。阿子瑩這個係睡眠品質有嚇好人，有一個人係一種野怪係冇？野怪係乜嘅？夜鶯哈，夜鷺客家話，野魔野怪，夜貓子。野嘅啦。哦，野嘅。係，因為我係狗派啦，多出嚟講，其實狗毛派。其實我真嘅係東南水路教嘅人，因為我就係水母以前會上東多，唔過我同奇怪就係我係真嘅水路教嘅，我就會水到東層。水到唔會分享。係。但最好拜年。冇啦，唔是想過來咧。衝啦，唔過其實有前提嘅，有條件嘅哦。因為我做啲水到東層，係因為我啲非常嘅熟悉嘅素材。唔過我喺啲東上份素材，我就東南水到東層，因為我東江貴。我咩東南水？因為人面衝，會認床啊。我冇啦，佢拜師做喺度做喺度講貴。因為我看到前頭嘅貴片，嘅貴就會對下邊來人嘅腳。係有一大前提，因為其實我就懂習慣就去設水夢，唔過你尤其係老上分型水夢，我就水都懂唔好。等一下，你媽跟時間會講上分又來，這是私生活的問題，不能清楚。你冇門啊！因為有段時間你出外景係溜馬嘅東西嘛，有段時間溜馬嘅東西，見講，節目，客家電視台嘅節目練習成落去，因為有段時間你出外景啊，本年水冇，冇錯啊，去
起巴水毛，因为呢，可能规只团水伫背肚啊，其他都会洗来。安排减缝。系，我安排减缝，因为可能醫生咩冇按到，冇可能醫生伊咧減縫，跟住可能就會流起巴，還係流肚炎，強下水毛嘛。跟因為人人強下水強健嘅法呢，就算係冇強嘅名錯，不過我就會水到有都會小力就夾啊，因為我就夾我切架水到跳成法會乾曬，還係對方有乜衝散過會乾曬，散過了衝啊！好嘞。唔中冇好情況。不過再過來就會那些對朋友勁挺同還蠻尷尬，就會想了，因為就他冇安全感啦。係，真嘅，要相信為用安樣去到上分的收菜，因為其實要動到嘅醫生嘛，就教大家講，假設到一個上分的收菜，因為戴那個耳塞期間，你可以先戴右耳。因為我們的左腦係管太加清晰，它用那種在控制我們平常的情緒啊、語言、思維邏輯，你反應就太體係左腦去控制。不過我種我愛動厲害，因為愛迄個種就係愛動夜睡夢，可能愛喺半夜1點鐘睡夢，不過愛咩做哋早晨10點哄床，係迄呢愛半夜1點睡夢，愛咩做哋愛早晨愛早晨5、6點哄床，愛都做哋。係喺某事前方愛咩做哋半夜1、2點睡夢，就睡到下晝1、2點沒做。也係弄人家嘅生理時鐘。冇愛喺弄人家就做統稱就係7點睡，吼2點哄床、3點哄床安尼。愛懂彈性啦，係隨時做哋調整。應該也嘅成功冇按彈性，咩冇辦法咧。固聽的啦，冇法度咧，冇法度。也就冇講咧啦。給你講，唔知個講，唔知個壓怪嘛。我知道我動做啲水，唔係動做啲水母啦，水動好就錯嘅啦，係因為。人家轉床係水母。咩唔係轉床啦，係種腹氣啦，嗬。牽條啦。係牽條，哎有睇嘅又乖乖。知啊。冇，因為我知道講設計可能冇乜個動態嘅煩惱，咩唔係水母之前向東向西。韓國其實我知道規日你做條路就動跳嘅啊，你看向東向西，其實真係。躺在那個床上的時候，一下就衰退，真一來下就衰退咧。嗰種係嘅衰木片，這其實算係動畫。哇，真嘅係大熊誒，好棒哦！韓國係個藝，真係係差唔多1點啊、2點、3點裝衰木嘅時間，嘅習慣都會做冇鬆快唔啲，我做唔歡喜。嗰種係真係愛12點嘅時間，睇下唔好個。跟排聲藝曹邊人講，聽話講得叫。我感覺做得也差唔多啦。差唔多。排聲。你就會聽到那個對話那頭，喂。快是水退嘞，不然用邊兩個咧？呢一片還有牙瓜代表，對，好心。冇錯，我嘅咪係牙毛代表啦，應該講，因為哦，我平常時水母差唔多在4到6點鐘，差唔多平常時安尼。不過我嘅水母品質，然後我嘅工作量係強用嘅，但係我最近都冇喊，我水母嘅時間是咩都免沖緊水睇咧。哇！他不用往農民沖，他就咩都做。每個都整嘅，我講整嘅，你一樣是木頭人嗎？那你們去逛情趣店的笑，因為我去做些時間整個調調嘅。跟你做唔得起一殺蔬菜，IKEA，都唔係講，看到面場都水呢。那意思係講，我出去做些時間，佢整個凍甜到你整個哦，轉到風嘅時間，你甜到佢整個身心靈放鬆了嘛。我真的是靠在床邊，因為我覺得忙寫運動歐做，咁講個病毒跟面沖是上水，應該是酒醉吧？咩？是你從凍甜嘅臭啲嘅酸條，安尼病人聽，你是水咧？哇！是凍甜嘅時間，不過我乃係冇講凍到條路啊，冇食冇按摩還是應該是從自己求用。水之前會上凍到，啊水個變來變去2點鐘養水母啦。冇嘅，係有條路係喺上凍到。咁你自己係問題嘅，係啦。所以我平常時乃係。跟水面品質跟工作真的是有很大影響。因為係水母嘅時節吼，有人講吼，水母之前總在食同多水，可能係半日可以起來，就影響到嘅水母嘅品質。不過有人係真緊吼，可能當人有安樣嘅經驗，水母一水到歐陽就真緊歐陽咧。誒，當人食時節賴鳥哦，賴鳥台風嘅阿美倫老太家寫嘅嚇。對啊，唔講係上門太家，冇，太家閒些少冇安尼經驗。冇誒，冇有可能係啊，冇騙人。捱夢到嘅水龍頭嘅水土頭吼，捱就歐陽咧。佢講佢夠鐘嘅時間，他們那有講閒些嘅，我講議論講法療哦。閒些嘅時間就會，太家像我去甲問夢到馬桶啊，要講偏瘦，就會應頭你去甲迄個偏瘦地方，就會講哦，動創快，就學下去，你做不眼見，下來了就來尿誒，閒些時就係來尿。然後太嘅時間夢到偏瘦。
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警觉，就会想慌哎，你就会很自然的就起来，就我们会来出来。姑说你董家蒙都偏瘦，董江梦都偏瘦，因为就董相，因为安比亚就会有一些你知道。居酒屋的习惯，居酒屋的习惯，不知道可能会有看太亮嘞，看太亮嘞，排尿的习惯。跟這個水木嘅評分，這個評分有幾多？這個評分可能有7、8分，因為正常時間，滿分係1萬分係咪？冇啦，正常時間，比如講一年要上班，你反而差不多就是睡6點鐘。哦。跟住喺撩你嘅時候，我做到睡到12點鐘，就冇事情做啊，都睡到12點鐘。睡唔到很久。還沒做的。只有中間還有講有夢到上偏手啊，就可以上偏手，裡面是用偏手，上偏手，偏手，證明要偏手一下，而家講有不到那個幕後嘅夢，差唔多即係速陽空啲啦，你。真緊啊！咁我家要講到嘅本夢嚇，一開始嘅白camp要講到機會連續劇到底用辦練起來，就係講愛。因為我真緊哦，就喺撈錯安部嘅夢吼練強下，譬如講我唔記得咧，已經啱樣講啦，練強下用辦練咧，譬如講強下安部哦，我譬如講睡到一半係咩夢到偏手，我就喺上偏手以後，太以後轉去哦，喊就喺接上去，應該沒做的，咩做的？應該做的，因為可能可是我這個時間段較容易做的啦。我下厲害係講乜嘅隔日。隔天人喺度做單，我你是說啊，錯安部夢到，哎呦，當終於間人用個啥都哦，我還想遇到他，就在練起來，還可以。你可以講你嘅鬼，你跟做夢到乜嘅事情咧呢？你要去做咩講？一年就有一張連續劇，整部做單。又相信係連續劇，又相信係那個微電影，從 Netflix 強讓，用第一集，提隻鬼提你鬼啊！我最多，我就算過差唔多3到4年係最高嘅。一年來給下下來啊！唔，因為我又相信父母出來到底係嘛係現實嘛係夢的嘛，有時候又相信紅起來他就這個是不是我在夢裡面？跟你下睇下係本夢也係。你還兩下都不能夢嗎？這個不是丟骰子，這可能是噩夢哦。對我們來說才是噩夢。對大家來講，真係老人叫他做這當本噩夢，好冇？冇安尼吼。不過真嘅啊，本觀眾朋友來想一下，你即家有夢講乜嘅夢？韓國唐國嘅現場有1場嘅夢到行外做圓通，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呢？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了。我夢到係可能係同班嘅同學，我曾經對佢就中意，我到二廠先發當過呢個辦學啊，冇法度攞佢就接觸啊，所以我就會當我夢到嘅地步度，攞佢牽手啊，攞佢จิ้一下，很像變態。都冇自家地步度做，讓你馬上慣啊！思想犯不是犯罪。對啊，這就有結論哈。你不要跟我說你沒有這樣做過，我沒有。你確定？好啦，有。歡迎大家多多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正經講到夢吼，正經動神之嘛。有人會講啊，有啲上次夢到一個好夢，正經本身係動聽吼，都想嘅時間還會笑眯眯，因為夢到一隻噩夢，哎呦，拜託哦，趕快醒來！我這個真是一場噩夢嘛。不過有老太太講是講，其實假使你係當正常一夜要睡到7到8點鐘嘅人吼，你假使一夜吼一暗半之後，你就會做很多事，比較容易會做4到6次的夢，因為有些半鐘係一個循環嘛，這種淺眠深度睡眠期、淺層睡眠期，然後再來係本夢嘅時間。所以你假使正常，你暗部，你差不多會做4到6個夢，你係動正常嘅事情。所以如果你係唔記得，像白天那種唔會記得嘅人，是因為他可能就剛好醒來了，差唔多睡唔好嘅人就會記得嘅夢。睡唔好，我跳去，佢會跳到90分鐘嘅週期嘅。譬如講，我天公因為我出外見咯，我就看是就5點鐘左右睡咧，我唔會睡到5點鐘，我會睡4點半。因為係90分鐘一個週期嘛，所以大部分人係差唔多會聽不用聽，我記得的原因是你到最後你會刻意不是因為我記性好嗎？冇聽錯這個部分我不能幫醫生為你做保證哈。不過哈，剛才又講到，然後財創又生意哈，連本夢還要做日時頭冇法度辦新的事情，所以乾配。唔錯，唔知睇世界有按那個經驗冇？我覺得本夢其實係動開嘅事情，因為我會把精神、把心力去
半梦啊，那之前就有一班，还是动天动口，啊，各种是压力又动态，做事就动无限咧。啊，总算有时间好好来睡梦咧，结果我半梦。梦到嘛，给俺就伫咧应招哦，唔伫咧招嘛给动，我就一直在跑那个马拉松。那做工还腿完后就招了3天嘞，还忙停下来。那真是招到后，真天都会响啊！就太上个一行哦，就讲，那忙啊招嘞呀，招嘛嘅意思喏。然后啊，继续招，结果啊就同唔伫嘅梦地度嘅天公爸爸，我就讲哦，然后睡梦了，你们冇一帮俺睡梦，俺就冇一招了，俺呀立刻马上我就要睡觉，俺就盯俺嘅梦地。睡到嘅太馬路檔，我就往下去，我就睡睇咧。但係啲嘅蒙地杯現稱係冇幫忙我睡夢。所以你當嘅蒙地杯都半夢。夢錯，夢中，因為嗰兩時我自己照嘅時間係動無聊，古時我咪上嘅動嘅動冇出來。比如講吐嘅啦、叫嘅啦，嗬，啊結果睇自己就冇去同我照咧，就仲係一上年咧動故事嘅。第一秒，這個龜兔賽跑的故事，他第一名，他是龟啦。今天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哈，因為是條夢因為讓你強下掉，所以係不夢都蠻強人哈。哦，夢因為讓你強下，這句重複，當時會講哈，還快中嘅白雪公主，古時係真嘅啦，如果假使你真嘅夢到一隻好夢，比如講老偶像，係強下去約飛，阿里嘎，超強啊，你夢到我哦。呀，是個噩夢吧，黑夢。冇啦，其實我知道嗬，四個時節同我半夢，太個時節其實就限咗定限咗一樣。唔過四個時節我接上我夢到我自己中意名聲，比方講彭于晏啦，碰過吧？係，所以老係夢到哇，做動到嘅事情，有夢過出去了啊，一去那邊了，就是哇，動歡喜，嗰時嚟講也係誒動幸福嘅夢。所以你會夢到乜嘅內容啊？某天都白日夢啦，你會夢到就總得講出來。睡夢啊，係，就係動歡喜嘅夢。有好夢的聽錯就有惡夢。真嘅，像我記得我細個時間嗬，動接上做個噩夢，我記得也噩夢後我撈去遵守很多。不要再夢到張伯謙了，好不好？這個是大噩夢啊，不是噩夢而已，好不好？冇啦，嗰噩夢嘅很多上報嘅夢，我記得係細細個時節，就是在城堡裡面的夢。可能條擺動好看嘅卡通啊，出來夢到動嘅卡通名聲啲夢。我記得嗰時間呢，我就去到乜嘅太麥從地位度坐去查嘅。地位都細個時咪坐去查嘅咩？韓國就有一上嘢按樣送一下，你就捏到人家午安散步地位度，就很像那個迪士尼的城堡黑暗的那一種。因為繪本看聽唔懂。真嘅，韓國地位度呢就有動到上木族嘅搶菜，哇，係咯，是搶菜，是搶菜按樣啊，然後我就想講，第二啲走馬給你啲麼？後面就有一上嘢，我同你講。你愛強下來吃家，強下來切按樣，就比方講，佢係落批嘅人，點嘛？就菜條人，佢愛切家來切嘅菜條人，佢嚟搶菜人，切家，就是他們要互相殘殺的概念，互切啦，然後其實我就講，我冇按樣，跟住我咪係搶菜，但是我唔記得我買搶菜，係我就講我冇按樣做啲麼？唔過後面出去想個。係講你冇愛切幾樣花，你出來變做佛佛條地位度嘅料理。古時候呢，我就想講，佢又冇想愛跌到佛佛條地位度。係，我就說當電影講太快出來按鈕啦。應該係唔聽好食佛佛。我應該係極都冇食搶菜。沒有可能呢。古時候你按葡萄就會半夢到搶菜，然後你痛懵咗。搶菜啊！真嘅，因為我一下係記得一夢，一下我動些時節博嘅夢，係韓國幾時很愛去試嘅，就去到佛條地位度嘅上映嗬，其實很愛寫嘅時節去看片嘅路人，就是那個路人，我還記得他那個臉長什麼樣子。為什麼會路人？就不知道，就所有東西聯想在一起都地位度啊。看片啲可能冇出來，有可能。哎呦！古時候也還痛嗎？給你可以搶出來開始，你知道嗎？看來哦，我沒講法，那阿布那意思猜啊。阿布一半夢就跌。我記住個
俺就会某色抢菜，嘿在外边都爱牛皮。你要加个专业思想，要識朋友懂得你講。定人嘅白夾來手計下，而家嘅夢要好嘛，要快呢。係啊，錯，其實哦，我冇長期用啥夢嘛嘅，孫紅根本冇可能看到嘅人啊，我夢到係可能係通班嘅同學，我曾經對佢就中意，我到預創嘅先發當過呢個扮紅啊，冇法度撈佢就接觸啊，所以我就會當我夢到嘅地步度，撈佢牽手啊，撈佢จิ้一下，很像變態。都冇其他地位都會做，撈你馬上慣啊！思想犯不是犯罪，對啊，這就走出來哈。你不要跟我說你沒有這樣做過，我沒有，你確定？好啦，有。好啦，講呢個何夢咁講，而家嘅噩夢談佢。噩夢沒有哦，因為依家下去同埋城堡地位度啊，自家變做嘛個搶出來，我冇按歐巴，我係到貝朗基當個，因為社區節我咩要同我去日本個，錯過一排貝朗基之後，我係當鏡，我鏡係唔係貝朗基本身，係錯到個貝朗基嘅時間喺度夢地位度哦，我看到個孫紅哦，所有的乘客啊，變做咩變做？全部係我認識嘅人，其實係動熟事啊，結果咧，佢一下就會變做怪物，就喪屍啊你？咩喪屍？搶菜公用的意思。係啊，沒空用意思啊。就哎呦，僵屍啊！啊你唔係喪屍嘛？冇流血，肉都搶，我係喪屍，當然夢嘅地位都咩喪屍，所以怪人那樣，因為對等啊，貝朗嘅地位都係那種封閉空間，冇所在做得行啊，冇所在做得走啊，所以我大擺兩種夢哦，結束嘅風水都奇怪，譬如講肉喪屍係我就係空氣類，因為我死去只下蛇掉嘛，冇事就係跳落去，就跳飛機啊，所以電影講嘅機會，我直接撈幾條屍體，我們直接把它殺掉，那死去這是安不知道你排的。幾時有武器出操嘞？我不知道從哪生出來的，係啊，內部拿出來，不過講到黐煙嗬，唔單講機，加上伊嘛會拿刀來，馬上就卡刀本意思。輕庸庸哦，你係刺你，我係本人刺，彩兒，係我係本人刺，啊，係因為你夢到就係你哦，你就係你刺我啊！因為我夢到嘅刺我人係要戴嘅面殼嗰種嚟看，我唔知係嘛啥，係。因為嗰時我係真係做夢到就係有人就見對我嘅行徛嘅隊啊！我對啊，我就夾，個腳踢斷就唔。其實你做一次嗌真係撈到切，我試的，希望我喺有冇空氣來人哋喎，我就切夾到喊到動態啊！我本切夾嘅聲音嚇到啊！我切夾有彈到，我真有彈，我就想啊，後來我就讓我男朋友講，我男朋友就叫我。人做太忙，人做人，我就講，我係唔係真要太上喊？佢講有，我係都動太上，佢就講我家下開始我睡夢嘅時候就可能係動緊鐘，我就緊跳起，我就緊，可能我嗰陣時我就給走啦，我笑，後來我真係去架聽到同太上我張上來，因為佢緊搖我講好吵，因為佢鬧到我係身體冇鬆快而小踢咧。不過我有睇過，也係好的預兆。像我其實像我朋友沒有夢過，就會捱屍體，挨個也係本人屍體，其實也係你嘅人生新嘅開始。他們對後出一條，真嘅後出一條。真嘅啊！就是相反夢啊，你夢到任何東西，所以比如講顯示散發會發生好事。不過台上音可能動因為有人用槍射到台，伊就一個噩夢吼，一直夢每年，或是見到台，他會記得該張夢，又都因為講，這是一種預兆夢，或者種開始其實是應該性灌讀潛意識裡面最深刻的那種恐懼感。唔過嘅後生槍射到台，又播一隻當電影講嘅夢。係冇咁錯，對我自家來講都電影講。你頭先一開始要講講，我係夢到我自家係愛麗絲，有冇？冇咁錯，我成時啊都奇怪哦，唔定我係有因為夢到只動態咗個 Q 啊，你喺 Q 啊要上去動態，要上去動寫，唔過咧我走到那邊，幾時都係對到那邊，就係都市係冇，還有該充電哦，該充電時到你下動球，該set動到，還有該天啊、撈體啊，該set動到啲因為還有夾溫啊，沒有凸沒有散哦，最重要係該體內哦，因為叫起來。咪會落下去，因為天痛嘅，
俺大白梦到先，俺是饮酒，酒到该散地图哦，该 Q 没得该，酒到该散档 Q 没得该，哎哦，僵死诶！你係咪韓式馬里奧遊戲搞太多？我未熟，咁講要白，我走，我仲算看到有一滿，有隻滿地街片，開去了走去，哎呀，Q 個仲算係冇對過咧，我灰心，哎呦，奇怪呢，按屬實哦，兩個不卡誒，哎呦，連媽媽係放嘅，奇怪按銀咧，你這貴州貨全部冇銀，我是銀繳，是讓可能佢哦，繳到自家上去來，結果我啲貨未係全部冇銀。因為媽媽帶我出去買東西，家婆哋隔壁鄰舍，打嘴鼓，其實糖糖叫，即上當氣管形容解晒嚟咯。跟人叫到動態上嘅，動態上，水到順風嘅人糖到，你叫到隔壁鄰舍嘅多，這個動態上哦，要結驚呢啲喎，係啊。真嘅尤其係食，所以自家做食我嘅時節吼，嗰種本人對吼，冇人好聽受嘅感覺，真嘅當電影講，唔過又像些誒報道一啲嘅夢嘅時節，又當然會去做假夢，去假夢啊，阿理論，你假講嘛嘅夢。我這個之前有接送我夢到這個本人緊急，像剛剛講嘅本人叫，講下做到較高嘅地方，也係講念到天台地度，上講啊向蛋糕這樣嘅，結果忽然叫做下吹，就從高嘅地方吹下來，從高嘅地方吹下來，咁我後來就去查，去網絡上查，就係講下這個本這個壓力狀態，可能有當到係個受理嘅事情啊，也係講也這個一下事情做唔好也掉，嗰大下就講有夢到安尼夢吼，做本這個比較強鬆啲，冇本這個有安他嘅壓力。係有人會用起哦，因為對個網絡上有動到係一種解夢儀式嘛，就本人參考之後，你假使真嘅你話半夢嘅時節，對於當動態壓力嘅時節，喺個心性上、本性上去看下吼，唔過咧談講啊，有動到有一種係經驗係講預知夢，所以會想到、會夢到未來可能會發生嘅事情，到底係乜嘅事情？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預知夢，唔講你會發生啲鴉片啊，應該夢到樂透號碼張抽啊！跟你下聲音慢慢想。假使我夢到乜嘅樂透號碼，我同講，我就唔是來溜乜嘅後上台上。其中你看到你現在都冇睇嘅鴉片是為了看天年啊！我嘅意思講，我就來做資助，應該投資啊！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我哋家下要講到自己播嘅夢到底係代表乜嘅意思？咩有人會想講，有人有呢種能力，做得去意想到未來啊，啲夢到看得到未來發生嘅事情。假使有按嚟就好，我嗌就唔是做事，當你去夢到天光一開嘅太叻頭。睇落睇到嚟睇乜嘅號碼就好嘅係冇，阿現陣有呢一種能力冇。冇錯，開始嚟唐啟真做事，我就係七成妹，七成妹，七成姑就七成妹啊！七成姑嘅妹嘅，捱超啲捱七時間下我擺七成用，捱冇擺過七成妹。係啊，是嘅，七成姑糖以為都懂路咩？係咯，我喺手按路嘅。後來我故事按人，有一擺就報夢嘅時節，就按不了就啲嚟睡夢，就夢到我哦三更冇半夜，啲嘅乜嘅三當變六個三度風，看起來就按呢哦，冇講嘅，係咪唔點解都係啲奶片？冇時數，冇時數係啊！唔講學認真去看，喲，嗰邊有冇乜嘅東西嘅一眼，我想講不一樣錯，唔啲啊！結果我後邊就有一位朋友啦，就太太上就喊到：認真啊，等一下，大家聽唔到，我就轉頭一看。後邊有一群唔熟悉嘅人咧，粉絲啦，粉絲。我係乜啲咧想啊？唔講我冇想到嗬，按真想啊，想起來嘅時候喺度想，啊最近應該冇得生人嗬，假使得生到白強嗬，佢應該會同下嗬抗暴地。你有可能哦。用三個冇擺啊！啲嗰邊都係一做乜嘅咧？結果有一擺啊，有一位好朋友就打電話問我講，現在有一個主持發通有限，我就講好啊，我有限我就去啊。佢一個安布條嘅晚會，主持睇過後嚟嘅主辦單位就講啊，哎呦，既然有咗來到鴉片嚟啊，嗬，突然就嚟去看寶釀廠。
那几时也没迄安尼哦，啊就伫个山洞壁来讲安尼走，嘿咩唔定啊，要喊引动那一片，因为这片是私人土地，张有个凤娘草，燕没有安尼硬压，要个时间啊个朋友就抬上，认真啊，糖都要给发个时候，鸡马皮就轰起来，就想讲。预知梦，唔讲你有没发生伫鸦片啊？应该梦到乐透号码这样抽啊！给你哈声音慢慢想。假使俺梦到嘛个乐透号码俺同讲，就唔是了，你嘛个后上台上讲。其中你谈的，你心肺都冇睇嘅，係為了看天年啊！俺个意思講，俺就來做資助，應該投資呀個節時間咩按寫時間？俺還投資助，你見為哥哥丟股好冇？哎，你嚟喊白就去外國嚟跑，等俺中了頭。你講嘅哦。等佢慢個時間撥，等佢撥夢啊！但是景定等到三公不要動哎，景定來，等佢慢慢的撥夢，真的是等你自己做夢比較快。你演技你下去水，你下去水夢。不過講到咧預知夢、未來夢吼，嘅後先嘛要有咱個經驗。我們從個感覺係應該想理嘅，有啲特殊嘅能力。冇錯，哎，你就係李氏解夢，對，李氏預知夢。我剛剛還沒有預知到我的心理。他可能道行太強。排泄，嘿，因為我其實啊，挑戰跟尹正講嘅，跟沒有做過，因為夢，是有時候你本夢時間你冇想講安多啊，是哦，嗰東西可能挺甜咧，挺快的，啊是本夢梗係通緊張嘅事情嘛。你講有上時候做嘅而家試驗哦，可能你講技法，冇成日做一段時間，哎呦，你技法要問過，哎呦。你還憧憬啊要問過，其實人家挑戰要講，挑戰你開創嘅時間，你還改到你都講過，改到個千門要問過，係啦，我緊面啊，那肯定有蠻緊面啊，唔講嗰時講是挑戰尹正國嗰種叫，佢給馬坡是，哎呦。很可怕，怎麼會覺得哎，這個場景這麼的似曾相識？因為你上個月也錄過這個，強用嘅嘛，馬蹄強用嘅，對，你這個唔記得聽，大家就記得。啊，請問你有強用？啊，基本係補料，冇錯。你回去就可以檢錄一下，看看。不過，僅跟大家講到預知夢哈，又線上係講，其實。不一定是完全的預知，這種你係頭擺又讀過，又類似，結果你的大腦誤會了，它是這種誤區，這種哦，它會自動把不一樣的影像跟不一樣的聲音調起來，結果讓你我撈到係，其實應該做過兩種喎。我講到咧預知哈，因為這個日本的一種漫畫，講到他自己哈，就1999年的時候出版一種漫畫，結果發現到有當到係現代上發生是，比如講係東北大地震，比如講係阪神大地震，大家都有時期，到其他的漫畫地圖，又出現過，我就想，哇，真係假嘅，世界夢吼，未來嘅夢，不過真係去按呢夢，真係喺聽線上嚟技術上有一樣啊，不過大家有可能係個卡度有。斯坦因過程過後，有啲人會本人接觸個託夢，甚至係有係唔係屋企人咩來託夢一樣嘅情況，啊自己係乜人來託夢咧？記住係我嘅阿公來老我託夢，行公。叫老人講下一期我開乜嘅號碼？冇啊，係我愛上嘛，愛講講春節，因為其實嗰陣時當時即係全部看就單槍我有夢到我阿公，嗰陣時我阿公已經過身唔係當久啦，跟住有一擺我就夢到我阿公就老人強下，就全部看然後他出去搞，不過我嘅阿公就動後台人哋翕相，韓國佢翕相就動到規矩，嗰陣佢就老以前佢就講，好，佢講下，冇念強下，我強下，分開來地位哦，再過來你人嘅強化，哎呦，聽起來又，好來來，結果佢就前嘅動好嘅國土，佢就見八股，跟我嘅夢地不對，我咩喺處嘅地不對，因為佢愛聽藝術，人哋翕相嘛，我就看到佢後背有一隻蹦坑。蹦坑，我以為想講蹦坑啦，蹦坑，蹦坑沙壁，好唔好？蹦坑嗰個，跟住後來呢，我就看到佢見八股後背有蹦坑嘛，我就講阿哥冇見八股咧，我就哄從咧。他聽到真有一些電影講。後來我就見住喺上喺咩我阿公佢一下。個人用扮嘢係乜計，我就讓我姐姐講，我就講，
这是我梦到一只梦诶，后面阿公一下我送嘛个东西本记系嘛，佢就讲佢冇想太多，因为我阿公爱走以前，佢就讲佢东上嘅老人乡下再个出去搞，嗰时候可能就会我见挂心一件事情啦。可能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故所有上是唔好自己想太多。不過阿偉倫沒有一個託夢嘅事情。嘿，我喺韓式嘅時節聽啊姑婆講嘅，嗰樣時係韓式嘅時節，我自家嘅阿太做歌神以後，你部卡就有實個靈堂，個靈堂就當然就會講翻啊，風帆啊，風帆就講只有三傳安尼，嗰有一餐誒，就一兩日就跌個身高啊，就墊毛高，就講我阿太講有食飽冇，有食飽這樣做嘅東西，這樣做嘅數起來啊，嗰樣時就跌兩三傳，全部都毛高，但係東西很阿太忙食飽啦，係冇條硬跌做毛，有乜忙食飽，食晏叫，跟後來有一年暗部，係有一年暗部，我嘅姑婆就夢到阿太去請佢，就講佢想食雞腿樓旁邊。對，後來你就準備雞腿樓旁邊來擺，就一點身高。哇！阿太就會上來去搞上來食的東西。你阿太上來去搞食的東西，跟人點毛高，我就冇想要食雞髀，我不要再吃肯德基，我就要吃一般的雞髀，好冇？一般有冇？天公已經幫你炸椒這樣，都是嘅，夾毛嘅就是。拜託阿爸，莫嫌咧，講難買。白客買來講一下，到底算係託夢，係真正一係有人冇人，到底係喺唔啲嘅事情。其實我未有上過人經驗啊，我唔係愛咩張媽媽嘅故事。因為我阿公啊過身的時節咯，因為祖產啊較複雜啲，所以又開埋家庭嘅會議啊，講你啊祖產啊愛分落去啊，本所有兄弟姊妹啊，也係本阿婆啊，所以嗰兩其實就開了一隻會議。咁我就排就建議講，錢會分落去啊，因為有的人可能佢比較拮據嘛，所以幾少有錢。咁我妹就知道講，你啊分落去之後是夢會拆。阿婆的啊，所以他就堅持派說，要留給阿婆。可是一個信不到家庭會議當個講會冇買沖涼啊，他就想到要什麼妙招嘞啊，結果他就突然講說。來弟嘞，因為我錯阿布嘟吼，阿公就託夢不來哦，就講他公公啊，有託夢給我講，你要家前幾天我本阿婆，佢阿用佢長得過也下好啊，然後大家也覺得到底係真的也係假，不過你要家事情哦，你知道不能求證，冇嘛證明啊，也覺得這件事假是講你講唔錯也不好說，所以後來是變成好啦，是本阿婆，所以後來是下好的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好的結果，所以美夢引起對佢講，你係真經也係假。唔過而家啱講出來咧，阿太嫁咗啲咧，冇爭啊，分體咧，反正張媽媽嘅個性大家未啲嘛，嗬。見冇所以講嘅啦。係啦。而家你個夢一拜就好咧。錯。真嘅，不過你就算你下係對門講，唔係真嘅，要用辦，遷就本阿婆啦。本體啦。韓國你係真經講，嗬，為到阿婆係個後半生姻，嗬，不過你假使看財產分出去，有多子多眼前，真經有錢的世界就有不好智慧出現。不過真經連夢都還有那條神奇奇、空Q順菜，等下轉來繼續嚟大家聽下嚟分享了。有創錯的人，真經懂唔本夢。係啊，那麼我因為愛有創錯的咧。好嘞，好，什麼開始啦？節目已經到兩片了。我知道你兩則事情完全冇相關，因為咧，你嘅創錯力係類似我上嘅優勢。冇中上哦。你那天啊？什麼來啊？假使我真是有夢到嘅樂透號碼，有出到嘅大獎嘅話嗬，坦白 Andy 跳上台上講，Andy 就出外國 hip hop，去國外拍棚嘞。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今日正經講嘅很多嘅夢嘅故事，有歡喜嘅，有難艱苦嘅，有等人講嘅。唔過正經來講，有人講嚇，假使為創條本夢嘅人，正經係嘅，當有創錯啲嘅人，咁正經有讓大家認為講，人嘅夢正經做得本人帶來當多嘅創錯啲嘛阿偉倫。我知道有夢老創錯力有關係嘛，我知道。
较难来印证啦。不过我去甲很认同一只观点，因为有上舌头现实身份中动作嘅身份被那个框架所框住，也係講動作困難嘅事情冇辦法來解決。佢有時喺上時會不到一隻好嘅夢，也係乜嘅夢，地位可能會有些新嘅出路，也係講好嘅有新嘅結法，本有目標用嘅想法，可能會有一些嚟幫助。最後超槍總把強夢到夾嘅魔法圖強下嘅些啊，冇攞佢強，馬街，就同佢片來完成。你真係冇遺憾嘅啦。惡做夢啊，真係。你係講夾嘅名聲嘅些來，講下些神。兩個眼就唔是按清楚嘅吼。嘅阿志怡因為講真正有創造力，係有創造的人真正懂得本夢。係啊，那麼我因為按有創造力咧。好咧，好，師傅開始㗎，嘅節目就到呢邊了。冇啦，其實我講係真有關係，因為我講過夢就像剛才美倫講嘅啊，就係一個動夢翻嘅素材，佢冇乜嘅限制，係咧要做啲真實，要做啲非常嘅抽象嘅空間嘛。嗰時候其實我講過，報夢呢件事情就係想象力，只係訓練人想象力。咁其實報夢咪有分為兩種，一種就係呢人出嘅地位度嘅幾種。唐僧，冇，就係個故事，你係地位度嘅人，地位都會注稿，冇聽出嚟注稿，可能係批稿，要參與，係要參與嘅故事。因為有上你本夢吼，有可能係夢到拍上，有兩種，另外一種就係你看嘅人，天神視角。對。跟我去講呢，迄次都講鐵種去講啲地位都會較開，唔過我較中意，因為我感覺嗰種身臨其境嘅感覺就臨場感，冇錯動作，基本上係做小特啦，沒有台詞嗰種。係，我一定會大特啦，然後我就會他也不想做 OS 嘅，係我係。真嘅。古種我感覺其實夢就係有想象力非常嘅成正比，我當相信靠好家己個點。哎呦，咁真嘅係有樣，因為想象力係家超能力，不過後先要一個超能力麼？其實我係咁講，但係科學家講嘅係真嘅，人係當上當然是都係本夢，因為我平時做先生嘅兩種任務，因為我任務係去實際嘅行場本人下，唔係講單場求樣嘅東西，所以我上當到有係冇係天馬行空嘅嗰種啊，所以唔講我當上有一隻下特殊嘅能力係。控制做夢兩個事情，控制你博嘅乜嘅夢？你做控制你愛本夢麼？還做還有一張，咁你大家有啲經驗麼？所以呢，你本夢嘅事情你會發現，本夢嘅過程地方你會發現，你想，哎呦，我兩下點解本夢？啊，然後呢，你是做得控制對面所有嘅事情。哦。佢最捱啊，就講係冇幫忙你哦，我水木你哦，安尼啊。唔講你家係強用點解本夢啊？唔講我兩下係點？我兩下點解本夢？啊，我是做控制我，一定下上去海巡。其實你跟咩幫夢啊？每你紅月的時間，你是第我他知道他幹嘛啦，是有意識嘅，有意識的那一種。我就係淋一些酒，但是你有意識嘅感覺。老淋酒有意識嘅強用，唔過咧，開始做咧當特別人做評論講，你是做咧戲弄你想戲嘅地方啊，冇寫做你想。就係你想嘅撈嘛，你做埋個惡做嘅事情啊，全做咧做啊。但是你啦，你想嘅係你做咧，讓你其實就是中意嘅，你做咧土基到戲嘅居酒屋啦，可能去到國外啊，冇寫去到外太空啊，都做得。唔過家一定係你想嘅到嘅地方，你係想唔到嘅話，其實做唔到去到。哦，還是有限制的。啲，所以我感覺你做得控制本夢嘅能力，你係當上嘅。冇錯，因為假使家要講到呢個當提出嚟就講，假使你係想象力係當豐富嘅人，你可能會想到一下所有人都想唔到嘅素材。係冇錯，冇錯。可能會更加佢增強嘅增強一個想象力。假使你係那種影視創作者，或是其他的創作者，蠻好。別看啊！我想補充一下，我要寫個故事嘅時間，真係係本夢寫出來嘅。本夢寫出來。係紅葉嗰時夾寫下來，你兩下夾去本夢，夾你一下就甩嘅。你咪做起本夢，你一下就甩。我本來就當要採訪，唔是靠嘛。好啦，謝謝，唔是咁樣去。嘅白劇仍然會講呢個創造力，還有那個超能力，係因為當為本夢嘅人講有嗎？我知道你兩隻事情完全冇相關，因為咧，我嘅創造力係類似我上上嘅優秀。冇中上哦！你在騙啊？什麼嚟啊？我在講到，你問一下阿燕子，你有看到嗎？有啦。冇呢。你姓蕭哦？我
好啊，因為以前講講，雖然許多冇買連結啊，然後冇買相關，不過我喺許多做啲保持你博夢嘅習慣未好，也係超能力未好，係前動好嘅事情。因為當然夢嘅地位度，因為做啲做乜嘅事情全做得啦。譬如講，有人欺負我，我咩做得到我嘅夢地位度啊，然後去保障修啊。你好做黑哦。佢做啲做歡喜嘅事情，你都用夢詞你喊昨天梦到这个东哥，本來就很高。不要說你跑走，走嘞，他有同感哦。没有成啊，没有成。沒冇有嘅。所以他們做啲當然夢地位度做，可能都顯示當個冇可能發生嘅事情啊。譬如講，你做啲許願嘛，都係夢地位度做啲下就放落嘅錄音啊，所以應該覺得真經愛。要學會做夢，各位。因為夢讀即係乜嘅事情全做得，乜嘅事全有可能嘛。Everything is possible 嘅世界。好啦，OK。英國佢自己神係冇。佢有講過啊，佢自家寫一條歌係張伯強咪講係博夢嘅事情。你錯，你知道講咩？你有冇聽張伯強啊？感動定嘅家，愛就係張伯強。好了，等一下結束嘅時間不愛唱好冇？一樣衝啊，一樣衝嘅。因為結束唱唱幹嘛冇時間啊？好啦，等一下，即係半夜唱，好半夜唱到跳，好嘛？阿燕子來問你，唔知㗎吃到呢個問題有關係冇？那知道講嘅有一定人全部就懂歐巴啦，因為最重要嘅事情係博夢啊，係唔夢到嘅東西，就得帶來實際嘅效果，按你張算好夢。有啊，我真實就係南柯一夢 ，OK。古時捱嘅想法係按你啊，之後講係希望係博夢嘅時間，就得夢到乜嘅樂透號碼，大家就同資總嚟講啊，假使係真係有夢到嘅樂透號碼，要出到嘅太重嘅話嗬，漢白安利跳上台上講，安利就出外國 hip hop，去國外拍棚嘞，夠奢侈了吧？你比利安普最後一分鐘誒，你去到國外了，為什麼還要拍棚呢？哪有錢啊？我爽啊！我要去棚呢邊賣錢㗎，依家冇講獎金係幾多，所以200Q未做得，呢個誒。走得啦。 200Q 咧，我就會啲嘅門 Q 下外國。夢啊，你去國外怎麼解係撲嘅棚呢？就是有錢就是囂張。係啊，那天是名人英雄啊。我有一擺啊，因為我做節目，接我上過，因為一個主題我請乜嘅來賓嚟，我有一擺就想嘛，一個主題到底要請乜曬咧？結果就啲懵地波，就看到，哎呀，點解懵到仲白強嘅？一個主題點樣曬哦？然後後來講，就打電話問佢講，有閒冇來上節目？啊，對，我記得該隻主題叫做4溫哪個，所以我就聽我係愛去。冇錯，你平常時都係夢中從北強咯。唔係，就來講一下，冇辦法做4溫阿哥嗰種心情都大。簡先都是含義啊。好了，還沒有結束，不該重嚟麼？唔是抄哈，人家說抄下去後都抄到天光以後，唔是不轉去本夢哈。你家最尾本人來講，係最想嘅本乜嘅夢哈？我之前係想喺播嘅係好夢呐，哈，因為像我家下講嘅諗中醫養生啊，佢係播夢，因為人生就係做夢，對不對？你不空，沒不空。因為不太偏啦，不太偏。天使嘅東西，我就啲夢地圖話完全係夢去到，哇，懂歡喜，哎，你覺得人生就是要做夢，哎，你有算出軌嗎？哦，沒有，思想方面不算犯罪哦。我做夢是出去聊天天啊，懂簡單懂難啲紅地都是分手的啊，係啊。好啦，冇唔錯，科學地圖都係下對呢個夢嘅解釋哈。對，你看家講嘅19世紀開始，到嚟21世紀還在解釋。古時候呢個夢做在都大部分大家係歡喜，也係藝術，也係個人嘅世界。真經有按到嘅受理嘅素材嘛，都給本大家來想啊。唔過假使你想去背嘅好夢，想去好嘅嘅愛嘅精神，真經去養成固定嘅習慣，固定嘅時間去睡夢，固定嘅時間來放鬆，爭做在有一個好夢哦。我記得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有拜太大公，咱們了，拜拜。有當多研究都想去解釋，算來乜嘅按多夢，唔過到呢下還係冇清楚。無論啲夢度發生喺哪度，本人想唔嘅有歐巴嘅劇情，一想看來嘅下，還係要多轉來笨蛋嘅世界咧。
唔知觀眾朋友是不過哪條迷茫，本人都也下還係特別唔睇咧。